还不听人节目啊，现在不听而已。接来俺家了，那个到处靠咱们拉木。我就来了，没跑，我早上点了干。那个家地老逼。哦，今天拉饭。啊？今天拉饭。都给了。哦。去了。哦。把我在那个包，送去呢，我送了点。那还得，那点了。我出来干嘛？我在家我的呀。那还去没？我家地图。啊没。哦，那给来没了？没有。那来。我打。那什么？我把老天我把呀。啊。弄哪老些呢？你拿过当的？我别对，老哪些没拉比下家，没下比我倒霉些呀，那这给老多些了。对呀。那千万别再给我了，那边不来来，我，给了。没有还有那现在白天没有不带回来白天，天路。我们来家，是帮买这些，到那个家里，那个都做对的。我去拍羊，我快拍羊绝对要买，我这就那个大路上，没有以后。可能我家到那边，搞了飞了。就他们那个买不看外钱下了呢，就到这里，我一步就搞不起，等给我来外钱下，就帮我下去，看看，不看搞一搞嘛，什么个包？那里搞一堆呀，往那里往家下面里。现在搞那个家包些，这边嘞，我去天上堆什么呢？看热到地上，还不是这样嘛？你看家，咱们那里千万别就要跑去的帮我们唱，叫他可能我们卡，我个单都没卡，我们发，你个帮我，对，帮我。给他帮他不去，你干啥了？他们干啥？这个我一去到我还见没？什么？现在白地跑，我一去到这些里。啊？啊，就发了的。发哪的？开了这个，为什么别讲？我这个买个单拿单买啥的，这不是对。现在要看包队嘛，现在要拿个大推给包队的，那推给包发包队呀。对，那什么就直接好做。呀，我也没那方面的，我就拿个对。我吃饭去，我一开始到垃圾里，先把这就给家包对上嘛，给的，我这是用点打掉上，我吃，我这是用点来，马老板妈妈，我搞可以。咱们原来发家对吧？你看你也发家那里，你老大我啥？我原来一跑我上家，来看来不看还谁啊？就路他们修路，这包对没？可以我发包对呀，来看啊，贴包对么路？看打死来，我没有那些，我有点黑。
学校应该嘞，也看车里嘛白起来就家就白起的呀，我白起了跑去的起的我啥家去了，白家去了，我们也很热，他早上6点到的了上，一路说这我搞不大去，你讲是路来了嘛，那得跟我谈，没晓得个呗。这把天过来是吧嘛？那的排位，特级保起来还打来没？发的保险的过来，我那格拉话点啊，没挣那格拉那不对了，那我是这路，我这上就到了呀，你那给他跑，我就去到那这里发打去，他们跑要等我打门，我那好像看见打到那里跑，我就想嘿。他一不对，然后你可没对了，那个包嘛，我带了哟，他包了啥？他就发的点嘛，我带了哟，因为那地，那个包很难要啊家，大概。没错，他不了看这我个啥米家，第三个家哈，土鸡开的没到了，开这么开掏了给，看他边上那边去看，可啥米，可啥地方看，可能掏了看，哈，不要了开多了看，那地方怎么开皮破了开多了开，这就，那查口个么开到啊，我就地高头不就因为怎么，要个多了。cái cái đó tạo cái sao thằng này cái anh nói chị mà phải không mà chỉ là cái chỗ sang ngay giờ bỏ lại mà chạy không đi mà xí au ya bây giờ cái kia phải đi mà sao vậy thôi ki我现在是了跑，你在家了，我在睡了，他俩，我因为对我就得干嘛睡乎。看他打那边开，本来嘛，那开始开胖了，开路皮，路可啥地路，可啥家开那嘛，开始打了，那几度嘛，现在都是嘛，都也不会开跑，跑怎么就了啊？他个地上个伢就嘛家的好点嘛是，应该是几个都要不追来看来，不看我老快了呀，我说小红可啥没讲。我天地是不会老是叫去了跑来考试，来考完那这一下考语很好是的跑。天地考米来老些拉多了高高的，我那不嘛发到点，但没时间打破下去嘛，发到那么的就点时间破下去嘛行那都，我路跑我破下看了就是那提示干的吼，可得我里面我就跑搞跑了，就跑了我破下去，啊是土快点来。啊，都在破下去嘛是冇得钱，老多是没得给我讲我是，去你的前面，要我你的长假来了咯。
我们是跑的包来，一见就会包了，对黑白买我们，这样，人家嘞一带就买。可能你现在看高吧，我路上我拉了，那当拉了。哦，呀，那个等路拉来看高了看，好路都不来看900块来看了看。哈哈哎呀，不会看那个看，现在搞的了。哦，那看哪个来看几代看高我这个地方，搞不搞别给嘛？今年不几点下下？哦，好路好来看好的不抓，给他搞不到好的不抓。看见了，这个我讲是个我你过的，熬了，老贵老不老。我就是包了进来我，我这边就老了。哦，哦，我包了。现在老没有不我才别来。我才别什么，我才拉稀的。我给你带了。我才拉稀的啊。叫也包了，你包了10块钱也包了。俺老在这个。哦，老晚这样嘛，老晚这样费。我现在就叫回来，后叫回来，10点下了跑。我想，对。马币嘞，要里要钱嘛。今天我不后叫了去。哦。要到学校上去了。哦。要头要给要去。呀。那是那么才带了。是呀。我这不是哦。就打什么？拜。